7月3號公布珠海以後買樓，網上查唔到報備價，定價權交翻俾開發商。好多人問我點算，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一下。首先，官方明確通知得清清楚楚，新建嘅商品房項目喺銷售之前，開發商要登錄備案系統，以一棟一單元完成一房一格嘅線上報備申請。同以前最大嘅分別就係，以後喺珠海住建局嘅網站裏邊，你將唔會揾到呢個備案價。以前珠海買樓，每間屋買幾多錢，要先去住建局審批，通過之後再掛上官網，全世界都睇到你買幾錢。就算開發商想打個9折俾你買樓，都要重新申請，1個月落嚟都未必申請到。簡單嚟講，官方已經畫住一條價格線，唔俾你大上大落。依家備案照備，但唔再公開。通知都講明，開發商可以根據市場實際嘅情況進行價格調整。直白啲嚟講，定價權正式交翻俾發展商。咁珠海樓價會唔會暴升暴跌㗎？我直接俾個結論你係唔會嘅。珠海常住人口大概250萬人，需求就係咁多啦。如果邊個咁亂加價，客人都跑去隔離嘅樓盤啦。但係會唔會無底價咁樣劈價呢？因為建築成本其實已經喺度，冇人會蝕大本去賣樓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，因為呢條政策唔會令到個樓價暴升或者暴跌。但係有2個變化，我哋一定要留意嘅。第一，市場會出現越嚟越分化嘅情況，好嘅地段、好質素嘅樓盤價格會企穩，甚至會微升。但係位置偏遠、配套比較差嘅，亦都唔使擔心，就係要以價換量。第二，信息差開始變大，以前上網一睇就知道個底價，銷售想呃你都呃唔到。而依家一房一價，唔同銷售報出嚟嘅價錢都可能唔一樣。以後買樓真係要揾一啲信得過嘅先唔會踩坑。所以喺呢度真心想提醒，準備喺珠海買樓嘅朋友注意呢幾件事。第一，清晰梳理自身預算同埋居住嘅要求，鎖定合適嘅板塊同埋單位。第二，主動同銷售深入去傾談，了解項目最新嘅優惠政策，爭取最好嘅價錢。第三，自住置業重視嘅係長遠生活便利，遇上合適嘅地段，折扣到位嘅心水物業就可以即刻出手啦。唔知珠海今次呢個政策對於識玩嘅人嚟講就係一個機會。